我的爱人你在哪呢？我和爱人在星际旅行遇到了宇宙怪人，袭击了我们飞船，毁了惊奇时刻。我带上我的日记本，跑到了这。我的爱人，我身在一颗蓝色的孤独星球，氧气充足但缺少勇气去试处理，还没发展出超能力，爱的能力。我的爱人你在哪呢？我在这里呼唤你呢。哦，我的爱人你在哪呢？下大雨了，我的孤单要爆炸了，你不见了，留下我了。哦，我的爱人你在哪呢？超能力，每个夜里我都是独自看着星星这颗星球，有谁能再给我一次爱的鼓励？